Hello， 今天等一下哈，因为我刚才看一个影片，所以稍微慢一点。刚才看一个影片，所以稍微慢一点。来，先测试一下声音哈 ，test 哈，来，声音测试。Hello， 声音测试哈。对，今天就是会员可以留言，因为，你说今天会刻意来捣蛋的、来洗版的，然后让我没办法把事情讲清楚的，对不对？那我当然就先设定会员啊，是不是？影音压力，对啊，就设定会员跟版手可以留言，这样子的话，如果说，对啊，来八卦山老大粉来了。这个谢谢了，安，谢谢安也来了哈，兄弟姐妹都来了哈，哎呀，杰小凤，兄弟姐妹都来了哈，崔一凡，这时候加入士官，加入会员，立马金爆缸，立马金爆缸，谢谢了，还是感谢你这时候加入会员了哈。好，这个待会一定，我想很多人都会过来听的啊，应该有很多人想听，然后都会修补了哈，修补。我去倒一下水了，好不好？好，没会员看不到，不会啦，是没会员不能留言而已，没会员也看得到啊。没有会员也看得到啊，对啊，Jenny 廖哈，永远相信尊长，谢谢啦，我来得解注意哈，线上现在才1400个人，可见这个事情好像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嘛，哈，对呀，那我这么给注意对，我设定只有会员能留言。来，泪人间哈，谢谢了哈。来，安尼我就开始讲啦哈，欢迎的人少嘛，不要紧啦，我今天就设定会员才可以留言的。来，解绑菜子哈，感谢斗内哈。梁树月，感谢加入士官。吴大伟，感谢加入士官哈。好，这个来徐多多，感谢加入士官。哇，还有人加入将官了。等下。叶若海加入将官。哇，王玉敏加入士官。小爸妈加入士官，各位，会员人数激增。天行者，我待会会讲哈，放心，不要急哈。今天应该很多人都会等着讲的，等着听了，很多记者在线上，放心哈。福爷感谢加入士官了，管理委感谢加入士官哈，谢谢哈。很多记者等着我回应的，来，起义穿云箭村长，虽然我不常来，但都有一直关注你，相信你的为人，支持你哈，谢谢了大蔡感谢加入士官哈，这个说我说我这个什么
很快哦，这个我就不是很能接受。对，这个样样感谢加入士官，君君，这说我很快哦，我就真的是不能接受，真的哈。孙华清感谢加入士官，我这个长这么大了哈，我草帽子哈，村长应援团来袭哦，为村长加油打气哈，这个村长加油。Queen 哈，自称被害人不提告啊，被控加害人提告，世道乱了。聪明有判断力的你哈，就这么简单，这还能嘴啊？就司马昭之心哈，相信村长哈，谢谢哈。唯一相信村长，支持村长，谢谢哈。Lee Abbott 哈，谢谢加入士官。李慧啊，欢迎加入士官，谢谢哈。来，好，以下我就专心的讲了哈。那我就不再包括抖内或者是加入会员的话，我就不再念了哈。来，魏芬感谢加入士官，快乐感谢加入士官了。J 大之前韩总是新庄王小姐，现在村长是 J 小姐，不禁令人怀疑是杰西卡王制造的新闻哈。这个村长，我们自己还请收一下小弟的抖内压惊哈。这个Toga Speed 哈，这个感谢加入士官了。好，以下我就不再念这个加入会员了哈，大家其实都可以看得到哈，我就不再一一的感谢哈。这个何小报告村长这种方式哦，老高这个一样哦，首播都只开放给会员流哈，短短10几20分钟的影片哦，就有数十人加入会员哈，来哦，记者新闻快写，记者新闻明天这一段一定会写，大家踊跃加入会员支持村长，这一点记者一定在线上的，他一定写，记者都有看到哈。居巧丽加入士官了，Jenny 劝村长他们要灭直播主，你是第一炮啊！抹黑硬栽赃的戏码又要上演啊，打死我都不信啊！王玉明村长加油哈！来俊叉5哈，包子队长哈，好，我就不再念了哈。张老大支持村长，感谢小弟小妹哈，感谢张老大的声援哈。龚桂芬哦，这个欢迎加入士官，好，不念了，真的不念，我不看留言哦。我这个是很没办法，这个很想不开的，这一点我觉得破坏我的名节，你知道吗？你问一下我历任的女朋友，哪一个会说我什么很快，没几下？讲这个真的是太侮辱人了吧？1999哈，记者在不能乱报哈。何小鱼，原本村长改会员留言是想好好讲主题，结果整段都在感谢加会员。天佑中华，请大家刷一排爱心给村长。好，从现在开始我不念抖内喽，各位请勿抖内啊！如果你自己要抖内，那我也不念啊，谢谢。我要专心讲的哈，感谢这个抖内韩元了，加油村长。我现在先讲了，有那个的我念了哈，那个以后的我就不再念了哈，我不再念了哈。好。那也差不多等的差不多了哈，线上记者应该也差不多到位了哈。那这个事件哈，其实在去年我在跟馆长打仗的时候，几月我记不起来，然后当时呢有很多人是馆黑，提供我很多的这个讯息，让我跟馆长打仗。那尤其在那个时候这个袁进庄的事件，那么很多人，包括到馆长的这个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冰淇淋，还有他的蜂蜜，那还有这个鸡胸肉，后来是有加味精，那到底他之前有没有加味精？确实我是不知道。那么因为我跟馆长在打仗。所以就有人会提供我很多的讯息，喂我很多讯息。好，这位女士她就是喂我最多讯息的人，但是她在喂讯息她都一个习惯她都是用语音留言，所以你会读她的讯息，你会很累。甚至于有些时候可能就给他一个赞
狼鬼条鬼，就是这个样子。好，但是我感觉他就是在会去监听馆长的直播的人，然后来告诉我，就是这样。好，来，我给你看一下哈。其实他这个习惯不是只有在对我。好，我如何？等一下，我要把这一张图给复制下来，免得这个提供给我这个相片的人被看到内容哈。对，好，他事实上我话说从头了哈，所以你们稍微等了哈。其实事件发生的时候那么包括到我们几个直播组，还有包括到几个社团的版主就有告诉我的，说他在5月的时候就指控一个人对他强暴，那也是一样，他的习惯，蓝色的是别人留的言，然后呢，他都是用语音，接下来通通都是语音，都是他用语音，他都是习惯用语音，他都是习惯用语音，没有习惯打字。那当时他也是指控一位我不知道是什么先生就说对他强暴强奸，但是他也是不提告，他也是不提告。然后呢，就只是在很多社团、社群网站，然后一直 po 文，然后用留言的方式。那当时人家也是告诉他说，你就去提告。很奇怪，他就是不提告，他就是不提告。来，等一下，我看一下，有人刚刚又写讯息给我哈，我看一下。好像有人说找不到我的直播，会不会不是会？应该不对啊！如果不是会员不能看到直播的话，刚刚不会有那么多人加入会员了。对，我再看一看，刚刚好像又有人写讯息给我哈。好，那当时呢，他传的这个过去的那一段我并不知道，那是事后几个直播主还有几个版主才告诉我说，这个人曾经有过这样的事件。那么那个时候他很热心，一直在提供我讯息，而我那时候因为馆长说袁进庄要告我，那我必须要收集资料。那么这个资料呢，有很多馆黑提供了一些馆长的直播还有馆长的这个社团的 po 文，还有他们秘密社团里面的一些文，这些都是他们提供给我。那这一位女士她也提供了很多资料给我。好，刚好有一天就是8月20，因为我其实是忘记那因为现在我一定是记得了啦就8月20。8月20那一天我刚好我要回来我要回桃园，我录完影，那时候录完影大概是几点啊？龙卷风录是9点多吧，10点，9点多10点，然后我就上错交流道，然后我去到那边，我实在是有点就是不知道说我应该是往哪边走。那我那个时候就心想，我印象他有告诉我说他是住那附近，就我印象他有告诉说他有住那附近。那所以呢，我心想说，我又还没吃饭，那我就跟他联系一下，可能可以跟他问一下路，可以跟他问一下路，然后看我应该从哪一个交流道下去，然后也问一下说，附近是不是有什么小吃店？那他就跟我讲说，他就住在哪里，交流道下来的哪里。那他们旁边就有吃的。
好，那我就下去了。下去我想说，我心里想，其实我就是贪一个，他或许能够有更多的馆长的资料，能够透露给我，所以我就过去了。好，那过去之后呢，他就跟我讲，他住的就是这一栋大楼，他上我的车，他跟我讲说他住的就是这一栋大楼，然后前面就是那个面线店，前面多远？两间还是3间吧，我忘记了，我们没有几间。好，后来我们车就往前一点点，就停在面线店的门口，那就进去吃面。那我自己吃，那这过程中我们小聊一下，但是我觉得他讲的内容就已经是重复了。好，我已经听过了，已经重复了。好，那我觉得也是没什么感觉，好像是没有什么内容了，就也没什么好讲，就这样。然后我就专心吃我的面，也就没有再答应，没有再打枪。好，然后呢，那个小康，我限制会员留言，你怎么会把我解开了呢？小康，我限制会员留言了，你怎么会把我解开了呢？你不要给我限制30秒啊！这我设定好好的，又被你给我捣乱了，真是。好，高雄林小姐那然后呢，我就自己在里面吃面，他呢就到外面抽烟，我告诉大家，他的身材魁梧，如果没错，搞不好比我高，比我壮，重非常多，他的身材比我壮硕非常多。我讲这干嘛？他说什么？我把他媒体上面写的说什么？我把他压着，然后给他扯他的衣服，好像丧尸一样扯他的衣服。然后呢，什么时候戴上保险套他都不知道。就只有在面店。好，我告诉你整个过程。好，在面店，然后我吃完面以后，因为开始我在吃面等面的过程中开始聊一下，我就觉得没什么重点，他没有什么重点可以告诉我的。好，后来我吃完面以后，我上车，他也跟我上车。上车以后，那么我就是简单再跟他聊一下。好，那他就说去逛一逛，他叫我开始去逛一逛。好，我说不要了，真的很晚了。好，我想要回去，很晚了。对，那他就跟我讲说，你把我利用完，就这样要甩了吗？好，我说，你讲这样太难听了吧？好，其实就有点不愉快了，好，他也差不多就是被我轰下车，就是这样。好，然后我就回去了，好，那回去以后，他有传一个，这个你安全到服务处了吗？其实我半夜2、3点都会再回讯息，这很多人都可以证明。
好，我半夜2、3点，而且我的回讯息通常就是给一个赞而已，好，就是这样。好，那时候半夜3点多，好像3点我忘记，反正他有留这个讯息，我给他按了一个赞。那过程中，好，我忘记这个是在前在后，哦，他有留话呛我，那我也呛他。哦，他留话呛我，我也呛他。可是他呛我的话，后来他回收了。我心里想，你呛我的话回收了，那我呛你的话还留在上面，那我不就到时候不就很倒霉？所以我也回收，就是这样。好，那什么国家机器，所以叫你把讯息回收。你被强奸，而且还大声尖叫，然后我还压着你，然后你还那么壮，还比我重，然后我还有不知道什么时候戴上保险套，你都不晓得。那这过程中还讲到什么？什么我飙车。沿路飙100多，然后他还什么？这个我是看媒体这样写什么他那个因此而晕车这个想吐。我这，那你说，我说有国家机器，所以要到汽车宾馆。有国家机器还到汽车宾馆？有国家机器，我不是从头到尾都被监视吗？我怎么还敢去汽车宾馆？如果有国家机器，我怎么还敢去汽车宾馆？好，再来。我真的对中和永和完全不熟，我真的搞不清楚什么是中和，什么是永和，我真的搞不清楚。好，还有再来。我敢经常带女生去汽车宾馆，到需要办一张卡片吗？我去汽车宾馆，我连停个车，我连买个槟榔，车窗一摇下来，对方都认识我。我连车窗摇下来买个槟榔，那个槟榔西施都说：“你不是那个谁？”我感到，我会经常去同一家汽车宾馆到办会员卡，而且会员卡被他拿走。那如果那张会员卡是我的，就拿去验指纹啊，就拿去验指纹嘛，或者去那家汽车宾馆查一下，对啊，有没有我这个会员就知道啦。好，那结果呢？我今天提告了。好，我今天提告，结果他说怎么样？他说要跟我对质，帮忙好不好？好，对质。我当然知道他想对质啊，然后呢，各说各的，就是这样。好，然后呢，然后他说，他说他不排除去告我，他到今天都还不排除去告我，那怎么？当天他说他怕影响韩国瑜的选情，不是他在所有的
社团里面都贴文嘞。我想信仁哥你们应该社团有看到，高雄林小姐你们应该社团也都有看到。我想很多人应该，而且在当时在中天，我跟中天也反映了，我跟中天也反映了，他在中天的聊天室也都留言，他在军的聊天室也留言，他在包子队长的聊天室也留言，然后说什么事后不理，然后说他是慰安妇。好，我告诉你，是的，他说要出去逛逛，我拒绝了。他说我利用他，就这样。好，那你说为什么对话会删掉？我讲了嘛，他恐吓我。不是就威胁啦，有一种威胁，他威胁我，我就呛他，然后后来他把讯息回收，我自然也回收。好，之后呢，3点多他传了一个，你到你什么，你安全到服务处了吗？还什么的？你如果被我强奸，而且过程中我跟丧尸一样，然后你还多痛。你怎么会在6点？你怎么在3点多的时候传讯息跟我讲说你安全到家了吗？再来，早上那时候我跟我的助理正在开会，他传了一个肉长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因为前晚有互呛。然后他又传那么长的话的传了那么长的内容，我完全没有时间去看，我只跟他回，我在开会，开会中，我只回开会中，也就是说我开完会我才会去看你的内容，我根本就还没有办法看，我就回开会中，好，就这样啊，那后来，他有去看医生，各位，被强奸，看医生应该看什么科？被强奸看医生应该看什么科？是不是？好，结果是精神科。然后精神科的内容是自述，写的是自述，他看精神科，然后精神科写的是自述，自述之外呢，又外加一行，用原子笔写的。你说医生会打完字以后再补上原子笔写的字吗？有没有可能？何小鱼说道理，我们死老百姓只是这世界运作的小螺丝，小螺帽世界这么大，少你一根不痛不痒，少你一根不知不觉，不是爸爸黄大佬选杨选英上帮衬填自己的斤两。结果他没有看妇产科。好，那他说他怕影响韩国瑜的选情。然后他又四处爆料哦，他不是说今天说，他想要把这件事情，因为怕影响韩国瑜的选情，所以想要把这件事情给隐藏，不是？我就讲，其实他当天有不爽，他说出去逛逛，我不愿意，然后他说我利用完他就甩，我没有跟他交往，何来甩？你爆料可以把我跟他交往，还说暧昧，何来暧昧的我跟他何来暧昧的内容，可以抛出来啊！我跟他何来暧昧的内容？然后我干嘛要跟他对峙？好，再来，大家要看屁股是不是？可以。反正我就只剩下老屁股可以卖了，这样子，如果有我这样，我卖票了，我卖票，1票1万块，
好，1票1万，我这老屁股了，只剩这老屁股能卖，也就这一次而已哈。1票1万块，然后呢，要看了哈，要超过1万个人，付费，1万个人付1万块，那如果是我的这个办公室的这个内外围助理还有这个板手会员的话那么必须要缴这个3万，好，为什么？因为你们在摇滚区，因为你们在摇滚区，摇滚区要3万，那一般人看的话就1万，到时候我再给大家一次看个够，我就老屁股了嘛，就让我卖一次好不好？让我卖一次，我已经打折了。其实我今天有讲说，如果是助理团队的话那个算摇滚区这个10万，对，现在就3万，摇滚区3万，就老屁股了嘛，好不好？杏仁哥说1年前他就在赖群到处说他阴道有撕裂伤，当时他为什么不告这女人真的有神经病还有阴谋。是他当时有阴道有撕裂伤，其实当时应该直接去看直接就去诊断就好了，直接去诊断就好了。而且我板手3万，你现在退板手还来得及。所以你看嘛，整个内容。你不觉得荒腔走板吗？整个内容你不是觉得荒腔走板吗？然后他爆料跟很多人爆料，是来我告诉你，四叉猫也说之前就有跟他爆过料了，然后呢，广告小妹也说之前有跟他爆过料了，好。既然怕影响韩国瑜，他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讲说他怕影响韩国瑜可是他怕影响韩国瑜，却又跟四叉猫爆料，跟广告小妹爆料，跟很多人爆料，魏文平怀疑有人养案县村长也不义，常进人不知道是谁。养案其实他没有养案，他从8月份，他那一天，我告诉你了，他那一天就开始弄我了啦。我当时就是一个贪什么？贪想要多得到一点馆长的一些内容，就是这样。对，那。我不知道，或许他叫我载他出去，或许他想跟我交往，但是我吓到我，就是这样，我只能这样说，吓到我。那他可以出来给大家看看他的身材，我强暴他强暴得了吗？我告诉你，我50肩非常严重，我这一只手只要往后一用力，我告诉你，我马上整个人是瘫在地上，是痛到哀到不行，我会痛到哀到整个不行。我的50肩是连回头都没办法回头，我的50肩有办法脱女人的衣服，而且他还那么壮。我提告了那个八卦山嘿。有50肩的人就知道了，被强暴还会注意到屁股，太奇怪了，嘿。
袁宁说我们连右手50间也一样。他的体型大概是怎么样？马凤鸣，我只跟你讲，我印象他好像比我高，对，我印象他好像比我高，比我壮，对，比我高，比我壮，比我胖，对，身高、体重绝对比我重了。身高有没有？因为女生她不矮，她不矮，但是女生不矮看起来就是高，哦，女生不矮看起来就是高，哦，但她壮，重，她壮，她重，就是这样。好，然后再来呢，他讲我的家庭生活，各位，我所有的家庭生活，谁没听过？谁没听过？我所有的家庭生活，哪个村民没听过？啊，是不是？唉，其实哦，我今天是逼不得已告他了。哦，他真的是已经到处伤害我，到处留言。我也跟中天反映过，哦，我也跟哇，张大生你抖内这么大笔，大家不要抖内了，不要抖内，嘿，哦，唉，大概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好，大概情况就这个样子，好，那真的，好，VIP 卡建议去查一下，看有没有我的指纹，好，去查一下。我跟大家讲哈，各位，我连加油都不办卡，我连加油都不办卡，我怎么会汽车宾馆办卡呢？各位，是哪一个民意代表是这么瞎啊？我的知名度还不够吗？我敢上汽车宾馆，上到变成常客，然后还办卡，然后更瞎来编的什么我沿路飙时速飙100多，然后他让他晕车，然后想吐。我开车还真是不会飙车，哦，我开车还真是不会飙车，就是这样。年轻的时候会，哦，年轻的时候真的会飙车，哦，那年轻的时候，我其实以前就讲过，哦，我都不避讳，草帽仔说整个过程看到他想吐发抖，然后看到有胎记综合以上症状，帮他挂肠胃科、神经内科、眼科、精神科，他都看了，就不帮挂了，但是记得回诊，嘿。那明天媒体一定再报一天嘛？因为现在今天线上很多媒体啊，线上很多媒体在听啊，哦，那媒体我觉得那种恶意下标的媒体我都告，好，我都告，对，恶意下标的媒体我都告，哦，如果我强奸他，他怎么到处爆料到现在，唯一就是不报案。到处爆料，唯一就是不报案。为什么？然后那么痛恨，哦，然后还尖叫，
在汽车宾馆还尖叫，然后汽车宾馆尖叫抵抗，然后跟丧尸一样，什么时候戴保险套都不知道，然后还很快就射精，这一点我最不能接受。这一点我最不能接受。哦，你可以问一下我历任女朋友，哦，这一点我很不能接受。哎，我没有骗你，真的。我公布他相片，我哪来他的相片啊？我告诉你，在那之后我就封锁他了。在那之后我就封锁他了。对，然后后来我的 YouTube 我也封锁他。那有一天，这个他也跟佐助反映，他也跟佐助反映，佐助呢也跟我讲说，你自己做过的事情你自己知道，所以你看嘛，他爆料，他跟很多人爆料，但他就是只爆料不报案，然后很委屈，然后每次都说不排除报案，但我相信他这一次应该是真的会报案的，因为逼到这个样子的，他再不报案也不行了。但是接下来我一定告他诬告嘛。那我告他诬告，接下来呢，一哭二闹三上吊嘛。因为他里面也写到说他不想活嘛，他想自杀嘛，他天天都想自杀嘛。然后他自杀以后呢，他如果真自杀呢，媒体再怎么写我，台湾人怎么看我，怎么修理我？倒个水。本来今天想说不要开直播了，对，今天想说不要开直播了，对，张 BB 你说是，对，就说我事后不理，现在是演哪一出？又是事后不理，然后又是强暴，那你既然是强暴，你就要我负责，强暴你就直接提告，不就最好的负责吗？是不是？然后搞了1年多，去年8月到现在11月啦，10月啦，一年过2个月啦，1年多啦，讲棍大哥村长喝我提供的翠峰茶，我都有喝，对。这个最近我应该会这个沉潜一阵子，对，躲起来一阵子，说不定这
这阵子应该可能开直播的话，都只跟会员哦，就只开放会员，就不再非会员就不用了，嘿。好，就这样子啦，好，不说了，好，不说了。然后开放登记，好，那个一般的话，这个要看屁股的话哦，我这么老了，只剩下老屁股可以卖哈。那么从现在开始登记哈这个一般这个票的话哦，这个一般门票一张1万块，好，那么要凑满1万个我才开放哈，我才开放。那这个如果是会员跟版手的话，3万因为你们在摇滚区你们在摇滚区对。那如果是这个助理团队我在想应该要10万对这个 Big 三小我要退会员，喵喵我放弃，你们摇滚区也开玩笑，对啊。好了，谢谢大家了哈，就这样子，好不好？好，拜拜，好，这样 OK 吗？还有没有什么要问的？还有没有什么没说到的？好，谢谢大家哈，谢谢哈，谢谢哈，谢谢大家关心哈，谢谢好。